其实啦，这只糖吼，伊一直食，所以伊就足大颗的啊。所以迄脂肪啦，吼，迄油啊，就伫咧伊的幼糖内底。所以咱要去饲鸡吼，若伤济伤油啦，迄鸡吼其实食了无好。所以咱会先甲节油。甲这油节出来，袂输讲咱咧做沙拉油，就是用迄个黄豆嘛、大豆去甲节啊。节了伊内底油就流落啦。只会当炒菜吼，伊足侪用途的哦。恁啥啦，互大家试看伊会当做迄保养品啦。嘿，来，来试看嘛，大家当试看嘛，用油去做的保养品哦。试看嘛，我来试看嘛的啦。我烧的拢吸收入去啊，会吸收进去。这吸收嘞。啊，这是天然的啦，因为你甲看吼，这只糖吼，伊会当食喷嘛吼，啊，伊是安那食喷拢袂破病，因为咱天公伯啊吼，创造这个生物的时，你去甲我食遐死的物件，所以呢，伊就互伊特殊的这个功能，什么功能？就是讲伊内体内呢有迄款的抗菌素，伊食遐个细菌入去了后呢，伊其实袂破病。所以这个抗菌素吼，摕来咱做油的时啦，吼，你来做化妆品吼，对你来讲呢，就有迄个保养的迄个效果哦。